為慶祝5·1國際勞動節，工聯會今年繼續舉辦一系列活動，包括探訪工友大行動。一如以往，邀請多位特區政府官員深入各行各業，探訪慰問前線工友，實地了解工作環境同埋聆聽工友心聲。參與嘅官員有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、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、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、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、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、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、發展局副局長林志文等。佢哋喺5·1期間分別落區探訪前線工友，藉此充分肯定工友對社會嘅貢獻，帶頭推動社會尊重勞動、致敬勞動者嘅氛圍。工聯會將繼續同特區政府攜手共建和諧美好香港，期望勞動者能夠共享發展成果，創造更加美好嘅生活。藉住5·1國際勞動節，就等我哋向全港嘅打工仔致敬。